粵語架撐嘅架字係咩意思？撐字又應該用邊個字呢？架撐本意就係指廚房入面嘅過環漂盤，亦就係沙煲罌罉，後嚟就引申為工具、器具、裝備、武器。比如講，各位兄弟攞齊架撐出去做嘢。先嚟講下呢一個撐字，而家約定俗成咧都寫成係呢一個瓦撐、梯撐，但其實啊喺古籍裏面咧係冇呢一個撐字嘅，本字應該係呢一個撐。說文講韻就有記載，撐斧屬係古代嘅一種鍋具，盜墓嘅阿房宮賦就有一句鼎撐玉石，意思就係將鼎當成咗鍋，將玉就當成石。再嚟講下呢一個架字，喺宋元白話裏面啊，家生就係指器具、家伙、武器。比如《水滸傳》裏面就有使人家生兩件家生要幾兩銀。粵語音變將家生就讀成架生，後來咧又變成架撐啦。